关心股市消息，全台股民迎接乌色的礼拜一，4天的连假过去啊，台北股市呢今日日开盘都败超过2000点。 大盘更加呢2万点过袂掉，创下有史以来败上惨的。这包括台积电啊、鸿海等等规千栋的个股嘛拢挡袂掉，拢是跌停，甚至因为被市场认为讲这较有动头的这新机类股，今日开盘表现嘛无好。分析师讲，差不多所有的类股拢变成重灾区，想要等到伊较有好价的时阵，会较回，就要看美国股市的局面以及川普的伊的关税政策敢有调整的空间。 台股迎来新年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，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黑色星期一。大盘加权指数一开盘马上重挫超过2000点，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跌点。今仔日台北股市是青顺顺，大盘的2万点关卡是收袂掉，三大款特股嘛拢涨落，包括护国新山台积电900块的风线嘛是无法度啊，上济是落价9.98%。另外鸿海、联发科嘛拢涨落停。今天的整个盘势的带动之下，我想生技医疗板块在今天也几乎都是全面跌停的一个状态。原本大家可以期待有些抗跌或者是有资金转进的一些板块当中，今天的表现都相对还是比较差一些些。今仔日开工的压力，伫咧开盘了后是落一个更较贵气，靠动头的股票嘛看起来无啥力。分析师就直接讲，各大类的股票拢是重灾区，除了科技股以外，包括食品股、钢铁、硬件类的股票拢有落价8至9%。落停的单股搁较是算袂利。另外，金融、电子、团产拢走袂去，上市公司1700间落停，闪袂过互关税风波影响的命运。那如果量没有办法爆出来，代表没有经过一个好的一个换手的部分，那代表这个卖压到明天可能还会要再宣泄出来。唯一的机会在于今天晚上美股是不是有机会跌升的反弹，另外在于川普的关税的政策。 有没有调整的空间？股市是落袂停，要到当时才会当东山再起。第二季来的无稳定性，加上市场无安稳的情绪，投资人敢会当继续看川普的面色，股民嘛会继续跟好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